即將進行男子 U18 400米初賽第3組。按右吧。Set. Testing， 決賽名單公佈，以下係女子 U18 10米決賽名單：的士、韋舒文 SKHH TCSS 的戰、施文娟 HTSS TKO 第3線盧樂怡 IVTF 第4線李子瑤 GHSAC 第5線吳家扶 HKMS 第6線陳靜文 TPAA 第7線黃子晴 WAC 第8線林永森 WAT。重複，以下係女子 U18 400米決賽名單：第1線韋舒文 SKHH TSS 第2線施文娟 SEK 第3線盧樂怡